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以創科興港、科技報國為宗旨，嘉許主要喺香港或者香港機構設喺粵港澳大灣區內科研相關公司或者團體，進行科學技術創新同科技成果轉化，取得傑出成就嘅科技工作者同科研團隊，鼓勵科創者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貢獻社會經濟民生進步。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由香港科技創新聯盟主辦，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獲得國家科技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大力支持。獎項重點強調科創以人為本，堅持創新在港，科技行先，應用轉化。本獎精準配合國家15規劃嘅核心戰略發展方向同香港重點發展產業，支持人才、教育、科技一體化發展，聚焦5大領域，包括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生命健康、先進製造、金融科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係人類對自身能力嘅理解同拓展嘅偉大努力。生命健康係人類經久不衰嘅普遍追求。先進製造係實現智慧製造、升級工業發展嘅重要支撐。金融科技推動銀行業同金融服務業嘅革命性轉變。新材料、新能源係應對全球能源同資源需求，維護人類可持續發展嘅重要出路。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追求以科技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與經濟進步，激勵科創者立足香港，連結大灣區，服務國家，貢獻世界，讓科技創新夢想成真。